惟妙惟肖的演出，在奖季各个颁奖典礼，一再击败外界原本看好的《为富不仁》男主角克里斯汀贝尔拿下最佳男主角奖，马利克辛苦做的功课获得丰厚回报。除了个人的精彩表现，波西米亚狂想曲忠实呈现皇后合唱团最辉煌的年代，也让影片在今年奥斯卡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和男主角等5项提名。能抱走几座小金人？颁奖典礼见分晓。